继续来到中部，这个中部各地邮局嘛是一透早就安尼逛滚。婚礼有乡亲行买无，透早5点就到现场排队，也毋过也是有袂少人无清楚领券的规定，白走一抓。再来看这个身份证的买号，买号单号者拜1、拜3、拜5来购买，若身份证的买号上号者是拜2、拜4来购买，拜6就无分咯，拢通啊买。一个人会当帮4个人代领，以代领这个人的身份证的买号为主。会记哩，就要扎健保卡加1000块。婚礼到了邮局门口，透早就真正人排列，有人今年无未5点就来啊。因为还要上晚班，赶快来排一排。买口罩的时候排的人群很多，大家都很早出来排。庙里有一个85岁阿嬷行2公里来领，结果健保卡出问题，险啊就领无。像安尼把个前期限量药的，限量口罩。大家排到遮辛苦，伫早起9点50分左右，全台湾的系统煞出现各种人伫南投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已经派人解决。有宕机那我因为有请董事长跟总经理成立应变小组。有人是因为唔知婚礼的规则，煞白走一转。我们帮他来带领，就是领他单号的啊。那我们双号的人是不是也不能带领单号的人？我跟你讲，你马仔不光单的双的就很少了。老人拢唔知要安尼啊。邮局是解释讲，一个人上济会使替4人代领，也不过以到现场买人为主。身份证2号若是单号，就是星期135。双号就是星期24来买，若是到现场人无符合规定，唔那家己袂使买，嘛袂使替人买。纯粹以带领人的身份的单双来做决定。邮局强调讲，安尼做是为了分流，和邮局较好作业，嘛讲为了方便民众，18甲25两个礼拜6，全台湾的邮局大部分拢有开放，迄一天无论是单号啊双号的民众，拢会使到现场去买。